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培聖長者學院所製作嘅智能手機初階學堂影片。喺日常生活中，你可能會遇上以下問題：曾經擔心設定密碼時按錯鍵盤鎖住手機，係咪分唔清無線網絡同行動數據嘅分別，唯恐收到昂貴帳單？又或者因為睇唔到細小文字而錯過重要信息？本課程將一步步介紹基本手機功能同配置，如何設置安全密碼同了解生物認證功能，了解無線網絡同行動數據嘅連接差異，並介紹各項手機輔助功能，等你進一步了解智慧型手機嘅使用方法，增強使用手機嘅能力同信心。喺第二堂密碼與生物認證中，你將學會設定數字密碼、圖形鎖以及面容識別快速解鎖手機。想像喺街市買餸嘅時候，你只需要輕台手機，通過面容識別解鎖手機，唔需要嘥時間輸入密碼，既安全又快捷。第三堂無線網絡同行動數據將釐清兩者差異，教你如何喺家中同公眾地方連接 WiFi 觀看影片、瀏覽網頁，以及外出時靈活切換行動數據，避免超出流量產生額外費用。我哋特別剖析常見問題，例如何關閉背景數據，以防自動更新造成扣費，助你精明掌控通訊開支。進入第四堂手機輔助功能，你將發現手機原來係貼身幫手，唔單止可以放大螢幕文字，等閱讀更清晰，亦都可以透過語音輸入取代繁瑣嘅手寫操作，更加內建緊急求救功能。如果唔小心跌倒，一鍵即可以將定位訊息發送俾屋企人。呢啲貼心設計，正係俾科技真正服務生活嘅最佳體驗。希望你可以利用呢個課堂發掘智能手機方便之處。今日嘅課堂在此結束，下堂再見，多謝大家。本教材由培聖長者學院提供內容及製作。